想試下 solo trip，但係始終冇勇氣踏出第一步。我試過獨遊15個國家，但係依然堅持唔 backpack，仲日日化全妝影靚相。想知係點樣做到？下分享5個 tips 俾你，記得睇到最後。目的地方面呢，新手可以先由日韓台、新加坡開始起步，再進階啲咧可以試下澳洲或者歐洲治安比較好嘅國家，可以直接抄我啲行程同埋住宿留言 send 俾你。第二，安全優先，我會隨身帶防狼警報器啦，亦都會將我嘅 itinerary 住宿咁樣咧 send 俾屋企人，亦都唔好出夜街。啱就係善用 AI 翻譯軟件啊！我喺北海道 solo 嘅時候係超狼狽 ，miss 咗巴士啦，仲上咗人哋順風車。啲巴士嘅 timetable 咧係得日文嘅，可以用 Cooly 一掃翻譯。手寫 menu 佢都翻譯到，會比起 Google Translate 啦同埋 ChatGPT 更加快更加準。連藥妝嘅標籤啦或者逆收據計錢咧都好方便。佢支持超過120個語言，去亞洲必備。4就係行李一定要盡量精簡。雖然我每日都唔同衫，其實我係預先已經按唔同嘅景點咧 plan 好咗着咩衫。Skincare 同埋化妝品最好就帶啲旅行裝啦。其實一個背囊加個細篋已經夠晒我去一個星期。最後就係大家最關注嘅影相部分啦，咁腳架啦、航拍啦同埋全景相機咧，我都會帶齊晒嘅。遊客多嘅地方，其實你揾一個亞洲女仔影係會最靚。出發永遠比嚮往更加有意義。上 solo 嘅話，我係你嘅底氣，記得留言 solo，我將所有懶人包 send 晒俾你。Follow for more。